Hello， 大家好。話咁快，2025年咧就嚟到最後一日。今日係美國東岸呢邊12月31號，2025年。咁啊，做一個簡單回顧。咁啊，往事咧就喺 Facebook 寫幾個字嘅。今年又諗啊，不如拍條短片啦，咁樣講。咁啊，overall 簡單總括嚟講咧，今年就平平穩穩啦，身體健康啦，我同家人都即係都平穩度過嘅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分4季，第1、2、3、4季就講講係啦，今年一個好快嘅總結咁樣啦。咁首先第一季咧就好彩喎，1月好似第2個禮拜到嘅時候咧，有一日咧突然間收到個電話咧，就係我之前留咗名去一間珠寶店咧，話想要一隻勞力士嘅 Submariner 綠色嘅，咁佢突然間打電話俾我話有貨喎，咁我都好 surprise 啦。我 check 翻個 email 咧，我留個 contact 俾佢嘅時候咧係相隔咗咧係2年零7個月多10幾日。咁我估可能大環境經濟真係麻麻地啦，咁所以竟然揾得到我喎，即係可能往時嘅炒家買家冇咗啦，走咗啦，咁所以打到電話俾我。咁呢樣嘢對我嚟講就係即係可有可無嘅，我等多1年半左右都冇所謂。咁你突然間打俾我，哦係咩？咁我去睇下啦。咁就個地方咧就喺Princeton 普林斯頓 ，exactly 個鋪頭位置咧就係普林斯頓大學門口過條馬路，好短嘅馬路嗰個有個位置。咁係啦，即係綠色嘅 Submariner。咁就哇好彩喎！1年後就有咁嘅好事發生，竟然輪得到我。咁跟住就係去到第2季啦。咁啊第2季就春天啦，我呢個行嘅旺季嚟嘅，本身應該就係、是、咁。但係咧2月第2季埋單嘅時候咧，竟然咧又唔係好好啫喎個業績。咁諗下影響到本身諗住去暑假同細路去歐洲旅行噶嘛，咁就爭啲諗住唔成行添，就諗不如今年如果係咁就算啦。咁但係咧後尾諗咗個折衷方法，就由本身諗住2至3星期去幾個城市，計埋東歐嘅幾個城市，就 cut 到淨係去意大利一個國家嘅幾個城市，就由2、3個禮拜 cut 到10日咁樣。咁好啦，我就跳第3季咯。咁我哋8月就去咗意大利旅行啦。咁具體咧我就之前拍咗2段片，咁鋪咗出嚟啦，幾個月之前，大家可以睇翻啦。咁簡單啲講，我哋就係去咗4個城市啦。先飛去羅馬，就玩咗2晚。就跟住就坐火車北上去威尼斯住1晚，就再坐內陸機飛翻落去拿波里 Naples， 然之後咧住咗2晚之後咧就搭巴士落去阿馬菲嗰度，咁非常之豐富。咁意大利我同老婆2個啱啱結咗婚，個保蜜月旅行咧就去過一次意大利加瑞士嘅。咁嗰時去過羅馬、意大利同埋威尼斯噶啦。咁拿波里就未去過，跟住阿馬菲都未去過。嗰時咧就係點解唔知點解嗰時連阿馬菲都唔知有咩地方喎。咁後尾呢2年就見好多社交媒體啲人都係 post 阿馬菲啊、Positano 好靚嘅海啊、景啊咁樣啦，所以都係好想去睇一睇。咁實現願望非常之開心，仲係帶埋小朋友。咁咧就有一樣值得講嘅咧就係我哋去阿馬菲嘅時候住咗4晚啦。有一日咧搭巴士落到去Positano， 我記得係Positano嘅時候，一落車咧就當時妹妹瞓着咗，抱住佢好理氣咁落車，因為佢唔係總站嚟嘅，喺中亞站落車嘅時候咧，竟然唔記得攞個背囊，個背囊放咗喺巴士嗰個架上面。咁諗住其實都唔係好大問題啊，呢遊客區嚟啊嘛，打幾個電話上網應該解決到嘅。點知咧我就嘗試自己打電話，由阿成咧就搞唔掂。首先咧個意大利咧係基本上唔講英文嘅，個熱線咧聽到我講英文唔識聽唔識溝通，第2次再打去咧已經 block 咗 cut 咗個線，直情揾唔到人。咁我搞咗24小時咧都搞唔掂，我行埋巴士總站想問翻都揾唔到。咁卒之咧拜託個酒店職員咧佢好好喎，英文好好，然之後佢做咗幫我打咗幾個電話，佢就幫我揾得翻locate翻，原來個巴士嗰個咧一路都係喺我個袋咧一路都喺同一巴士度。一路冇離開過巴士，咁佢咧仲行出酒店，喺酒店對面有巴士站咧，佢行出嗰度等架巴士度幫我執翻嗰個背囊度，咁好開心。咁我除咗寫一個 Google review 俾個酒店之外咧，我另外揾咗個電郵係酒店嗰間公司就 send email 過嚟，即係特別感謝呢個員工，希望幫到佢啦。咁實在太感動呢件事。本身背囊咧其實就冇好貴重嘅嘢，因為重要嘅嘢就更新 passport 電話啲，咁背囊咪主要衣物，然後背囊咪最緊要嗰樣嘢咧，就係你而家拍緊片呢部相機，呢部 Canon 叫 G7X 嘅相機，因為佢像素夠高啦，諗住係影幾張相咧，影完嘅相咧翻香港嘅時候咧可以曬大佢掛喺間房度。咁好威尼斯影完幾張相之後咧，就諗住阿馬菲又影幾張，點知咧就唔見咗相機啦。
咁你就冇啦，都唔緊要啦，係算啦，都係相啫，相機都可以再買過啊，卒之揾得翻。咁而家咧威尼斯有幾張相咧就晒咗出嚟，擺咗喺間房度啦。咁就呢件好特別難忘。另一樣嘢就係咧，我喺意大利嘅時候旅行嘅時候咧，做成咗個 deal。咁啊，具體就係有個客啦，就係之前見過面。咁但係我去意大利嘅時候咧，佢就自己睇咗個 apartment，就好中意，就同我講，佢知道佢嚟，佢問我可唔可以幫手，我梗係可以啦。咁我就同對方嗰個經紀咧就聯絡，我記得同佢傾電話，同對方經紀講電話嘅時候咧，係喺威尼斯嗰晚嘅夜晚11點鐘，咁嗰晚嚟同屋企人食完飯，瞓覺前再落去散下步啦，咁睇威尼斯夜景好靚，咁啊同對方經紀傾電話，咁嗰時係紐約呢邊嘅下晝5點啦，佢唔知我意大利，佢唔知我去咗意大利嘅，咁傾完之後咧，到第二日飛咗去拿波利嘅時候咧，我同細路一去到拿波利，第一站放低啲嘢就即刻衝去嗰個球衣買球衣嘅地方，買咗拿波利嘅球衣。咁我自己就買件作客，兩個細路咧就買件主場版嘅，咁啊家庭裝。不過我老婆冇買到。咁咧喺球衣店嘅時候咧就收到佢電話，咁行出個店嗰度喺條路嗰度同傾電話，佢就恭喜我哋啲條款咧全部傾好晒啦，個業主接受咗啦，咁恭喜晒恭喜晒。咁去完旅行翻嚟之後咧就做埋啲手尾啦，咁之後都順利過咗戶啦。咁去完意大利旅行之後咧，翻嚟咧就又好忙喎，主要係因為減息啦，聯儲一減息，大家市場就即刻有反應啦，即係開始忙，一路8、9、10、11都好忙，忙到12月就剩翻少少，咁但係 overall 都係都係做多咗好多生意嘅，咁啊非常之開心。咁好啦，到第4季咧，仲有一件好事發生喎，年頭年尾，咁但係年尾一件事就係咩咧？就收到電郵咧，就抽中咗2026年柏林馬拉松，咁抽中咗去跑啦，就係第三粒星啊，6大馬第3粒星。之前跑咗芝加哥、紐約，咁柏林咧就第3粒啦。咁咧主要原因咧就係今次係用團體抽，之前2年咧就用個人名義抽唔咗，咁今次咧就同2個隊友，其實未見過隊友，咁啊3個人一條 team 去抽就抽中咗啦。咁我點樣識到呢2個隊友咧？主要就因為咧，我一跑步個教練咧就拉咗我入一個 WhatsApp group，個 WhatsApp group 咧全部都係香港人嚟嘅。咁有啲係香港啊、英國啊、美國啊、澳洲啊，我記得一個好似喺德國添。咁呢2個隊友咧就素未謀面，咁但係就 WhatsApp group 度大家組隊，咁我哋組隊之後咧就抽中咗啦。咁就出年9月啦，係啦，咁而家就開始慢慢地開始訓練啦。咁希望出年就再叫做 PB 啦嚇，咁咪再做個人成績。咁咧關於跑步咧，其實都係中年危機嚟嘅，對我嚟講係中年危機先開始跑步嚇，咩跑馬拉松啊、幾粒星啊，咩個人時間呢啲都係。咁我想講就係咧，大概好似2個月前咧就停咗飲啤酒，就唔係完全停晒，咁1個月可能1、2次啦。咁係個睡眠、精神、身體、跑步時間就馬上突然間嘣一聲改善咗好多，非常明顯。一停個啤酒就有一個正面嘅作用。咁我啱啱最近跑5公里最快咧就22分鐘，4英里即係6.4公里，29分多少少。咁嚟緊希望如果有10公里賽事，希望去到45分鐘以內啦。咁半馬咧就希望可以140之內。咁啊睇下今年應該講來年2026年有冇啲半馬賽事可以報下。咁大概就咁啦，一年4季2025年。咁啊當然世界就有啲唔好嘅事發生啦，有人離開咗啦。咁啊即係都好無奈係咪？咁但係日子總要過，希望大家都係啦，可以心存盼望，咁啊一日會好過一日。咁2026年，咁啊自己啊，希望自己啊家人啊，其他人啊都可以平平安安啦，開開心心咁樣。咁我就想講多少少，就係我自己覺得嚟緊，譬如大陸經濟啦，尤其美國啦，我覺得只要係侵仍然做埋嗰3年咧，咁起碼呢3年入面咧，嗰個基本面咧應該幾好嘅。然後我覺得美元資產啊、股票啊、物業啊，都應該會繼續有唔錯回報。我早2日睇翻啦，原來道指唔覺咧上咗48,000點啦已經。咁我10年前嚟嘅時候咧，係睇翻係17,000-18,000點嗰種，即係升咗差唔多3倍、2點幾3倍啦，就好誇張。咁同期恒生指數升幅好似係由17,000去到而家25,000咁樣啦，即係50% 左右係嘛？係啦，咁我自己覺得比較傾向於美元資產。咁亦都同身邊嘅朋友都係咁樣講。咁啱啱賴咗少少，其實
啱啱2025年6月咧，就已經嚟咗美國滿咗10年，即係已經係10年零幾個月，咁啊非常之哇！即係都唔短嘅時間啦，任何好長，但係真係唔短。我嚟美國嘅時候咧，覺得30零歲嗰人生第一個部分咧完成咗，咁一過呢10年之後咧，都叫做 settle down 咗啦。咁我個小覺得第二部分都完咗啦。咁2026年咧，照計應該開始第3部分。咁啊，希望有啲新嘢啊，有啲突破啦。咁今年啲人話 AI 元年啊嘛，咁啊出年有冇啲機會可以楞到啲相關嘅嘢啦？咁係啦，希望有啲正面信息俾大家有係啦，回顧咗自己啦嘅過去1年啦。咁好快，咁1年過咗，咁好啦，咁啊希望出年再拍片同大家見面。多謝晒，拜拜。